今日帶大家行一條坪洲嘅短線路徑，需時大概1個鐘。先由坪洲公立智仁學校做起點，沿住東灣嘅沙灘一直行，會行到東灣嘅燒烤場。過咗燒烤場就會見到呢個牌，沿住呢個指示牌轉入去，沿途都冇分岔路，一直行。好快就會見到超靚嘅海景啦！可以遠望到迪士尼嘅一帶。呢段路線只係有少量嘅梯級，好適合一家大細去行。如果就啱時間，可以喺大利島睇埋日落先走啊！